果铺安全健康心灵院城小龙脉无毒蔬菜太王宫庙金源同济宫的前面。盐水的哈。你在挤在金陵王公庙这边。礼拜六。每个月第几个礼拜六？每个礼拜六都有好，每个月第2、第4个礼拜六早上在金陵王公庙前面这里。在神农比的漫画店这边，爱心义卖。爱心义卖哦，每个月第2、第4个礼拜六上午在金陵王公庙同济宫前面这边，这是民族路神农比漫画店这边，叫爱心义卖，无毒的哦，水果季。